我左边有2个牙给松了，哎呀，一咬就疼。大夫，你帮我看看怎么办呀？哦哟，这俩牙都360度晃起来了啊，保不住了啊，赶紧拔，早点镶。拔了镶？哦，我要不还是等它自己掉了，我再镶吧。等它自己掉，你肯定现在碰也不敢碰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等多久它才会掉呀？那你不是白受罪吗？没事，我就用右边牙就可以了。你这就不对，我给你分析一下。首先，这俩牙不能咬，是不是它就没有功能啊？其次，只要它还在，你左边就镶不了牙，你只能用右边牙咬，是不是右边牙负担就加重了？啊，最后这么松的牙最终也是要掉的，你知道也要镶牙呀？你干嘛让它占着地方拖着时间啊？自己白受罪还。照你的说法，你头发那么少，那迟早会秃，那你为什么不剃光了戴假发呀？你